好多人以為好心收留落難之人就能換來知恩圖報。今日原子同大家拆穿亂世最寒心嘅真相。豺狼就算走投無路，骨子入面永遠係掠奪本性。手握兵馬就想稱皇稱帝，貪心到極點，只會引來天下諸侯圍剿，落得萬劫不復。上一集曹操迎漢獻帝入許昌，正式降天子以令諸侯。手握朝廷大義名分，勢力扶搖直上。長安經理決，國事互相攻伐，滿目瘡痍。天子一路hom配流亡，昔日萬人朝拜之主，淪為棺木棋子。路布自仗安拜，走後四處乞人收留。袁術、袁慎皆怒佢反骨，無一真心相待。走投無路之下，聽從無事建議前往徐州投奔劉備。劉備心懷仁厚，明知呂布反覆無常，卻憐佢窮途末路，不顧張飛極力反對，將呂布安置到徐州旁邊，小配駐兵，一心想與佢互為基國，共守疆土。地雷知呂布從未感恩，時刻金搬徐州偌大城池，暗中等候時機。與此同時，淮南袁術地廣梁祝守，扼10餘萬大軍。眼見曹操借天子之名壓制各路諸侯，心中極度不忿，自以為袁氏四世三公天命在己，不顧文武百官極力勸阻，擅自登基稱帝，建號仲家，機車淫逸，橫徵暴術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袁術為擴張勢力，送上重金糧草拉甩啦布，約定夾擊。劉備領兵外出抵擋袁術大軍，城內只剩張飛飛陣，守呂布揸住空檔，暗中勾結徐州內應，連夜偷襲取下徐州，將劉備家眷全部擒獲，一夜之間奪走劉備根基。劉備前有袁術大軍壓境，後丟失根據地進退，兩難走投無路，只能反過嚟向奪走自己城池嘅魯布低頭求和。而妄自稱帝嘅袁術僭越禮制，觸怒天下。曹操借天子暫書號令群雄一同討伐袁術，從此由盛轉衰，一步步走向滅亡。呢一集講透兩種亂世人性。劉備之仁厚，在豺狼面前只會變成軟弱可欺；袁術之狂妄，貪圖帝位虛名，忽視天下大勢，最終引火自焚。長輩能看懂待人處世嘅底線與權謀，年輕人中意反骨叛變諸侯交戰嘅衝突戲碼，細路中意猛將對決畫面，全段節奏緊嚟到無冷場。閒話少講，故事正式開篇。話說魯布被袁紹暗中派人刺殺，險些丟命，連夜帶殘部離開冀州，亂轉各地，無處容身。身邊謀士陳宮勸冷，徐州劉備新得地盤，為人寬厚，不會輕易加害將軍，不如前往投靠，暫時安身，伺機再圖大業。魯布聽從計策，帶領殘兵數千人抵達徐州城外求見劉備。張飛一見魯布便怒火中燒，當場斥責佢先叛丁原再殺董卓，係天下第一無二之人，執意要提刀出城斬殺，絕不許佢入城。劉備連忙攔住張飛，直言現今亂世，呂布武藝蓋世，若能結為盟友，可抵擋外敵入侵，幸能落井下石。隨即親自出城迎接呂布，設下豐厚宴席款待，態度寬和，毫無怠慢。席間呂布自恃武藝高強，言語間頗為傲慢，甚至肯劉備賢弟。張飛氣得拍案而起，差點動手，依舊被劉備壓下。事後劉備不聽關張二人勸阻，撥出小沛城池讓魯布駐守，供給糧草軍械，只求兩家和平共存。魯布表面感恩大德，心底始終記掛富庶廣泛嘅徐州，暗中觀察時機，等候劉備離城。淮南袁術佔據揚州大片土地，數年間囤積無數糧食，兵馬眾多，自此袁氏門第高貴，認定漢室氣數已盡，自己理應取而代之。手下文武百官輪流勸阻，直言擅自稱帝等同謀反，必會引來天下諸侯一同討伐。袁術完全聽不進半句勸告，執意於淮南登基，自稱仲家皇帝，設立百官，修建宮殿，四處選取民間女子衝入後宮，每日飲酒作樂，
對治下百姓加重賦稅，動上屠殺反抗百姓，淮南境內民怨沸騰。稱帝之後，袁術第一個目標就是奪取徐州，於是派人擄帶大量金銀糧草出使小沛，許諾滅掉劉備。之後與魯布平徐州溝土地，去魯布夾擊亦。魯布見財物動心，當下應允出兵相助。消息傳入徐州，劉備得知袁術大軍即將北上，只能親自帶關羽領兵出城抵擋，留下張飛鎮守徐州城。臨行前千叮萬弄張飛切勿飲酒誤事，不可隨意鞭打軍士。都為知劉備一走，張飛依舊飲酒大醉，因為小事鞭打曹豹，曹豹懷恨在心，暗中派人送信向魯布告密，願意做城內內應，打開城門接魯布入城。魯布收到密信，即刻點齊全部人馬，連夜急行軍抵達徐州城下。曹豹深夜打開東門，魯布大軍一擁而入，城內守軍毫無防備，瞬間潰散。張飛酒意未醒，倉促上馬緊帶10餘7兵突圍逃走，來不帶走劉備妻小。魯布輕鬆佔領整座徐州，將劉備家眷軟禁府中前方戰場之上。劉備與袁術大軍相持不下，忽聞徐州失守，家眷被俘，頓時心亂如麻，進退兩難，往前打不贏袁術，往後無家可歸，數萬兵士無糧無成，隨時會潰散。無奈之下，劉備只能派人前往呂布營中求和，甘願放低身段，反求呂布容許自己駐守小沛。兩家互換位置，魯布只是以得徐州心軟得償，不願趕盡殺絕，惹天下人唾罵，於是應允劉備請求，將小沛還給劉備駐江，歸還其家眷。雙方看似暫時平息爭鬥，可關羽、張飛嗰始終對魯布反咬日口之事懷恨在心，兩家之間早已埋下深仇。另一邊袁術見魯布獨自佔領徐州，不願與自己平分土地，大感憤怒。原本約定嘅同盟瞬間破裂，袁術調集大軍準備同時征討，報劉備與此同時。許昌、曹操得知袁術擅自稱帝，心中大喜，此乃號令天下諸侯嘅絕佳藉口。曹操即刻以漢獻帝名義鞭布針書，痛斥袁術僭越謀逆，號令天下所有諸侯一同出兵圍趙亂臣。一時間，各路勢力陸續強應，袁術從此成為天下公敵，四面皆敵，糧草官備逐日消耗，淮南之地逐漸支撐不住，拉車稱帝嘅美夢行開就要破碎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不妨細想，劉備心善容人，卻忽略豺狼本性，白白丟失根基。袁術只貪圖皇帝虛名，無視天下人心與大勢，一步踏錯，亂為全天下討伐嘅絆腳。亂世之中，仁慈要有底線，野心要有實力襯托，否則只會害人害己。我係說書人原子，專門講夠狠夠真，拆解人性底層嘅港式粵語三國長篇。今集完整講述呂布忘恩偷徐州袁術狂，妄稱帝兩大重頭劇情，拆解反骨架紅與自大諸侯嘅下場。下一集衝突全面升級，袁術遭群雄圍剿，兵敗糧盡，窮途末路。呂布與袁術鐵底反目，又與劉備摩擦不斷。曹操親自領兵東征，聯合劉備一同圍攻徐州。呂布困手下皮，白門樓生死大劫即將到嚟，鍾意更雄對決、城池爭奪、中國大戰嘅朋友，即刻訂閱頻道，開啟小綠檔，千祈唔好錯過下一集。白門樓朕魯布。